係啊。放下车号，在这个环境，这个地方有些去过连续看。咦，有啲火山石。高台也行，外面。好，裏邊啦。你好。我裏邊啦。裏面啦。凍唔凍啊？你食下凍唔凍？我呢度定裏邊啦？做咩？媽媽你講講我。哎呀，我唔喺香港喎，今日。